我现在要立约来教汉胜怎么念台语，请出一下中文题目是什么？我要5杯大杯的木瓜牛奶。我要5杯大杯的木瓜牛奶，没问题。好，台语是什么？我要5杯大杯的木瓜牛奶。我杯5杯大杯的木瓜牛奶。我杯5杯大杯的木瓜牛奶。我杯大杯5杯先5杯，我杯5杯。我杯5杯。5杯。5杯。我杯5杯。6杯。5杯。我杯5杯。我杯5杯。大杯。大杯。木瓜牛奶。木瓜牛奶。那个汉胜，他的牛奶又变牛奶了。哇连起来是哇，我知道。你要不会哦。我杯5杯。我杯5杯。有歌的呀。你很好，我要生产。鸡欧勾拉回来，勾。沙是5，这能杀是勾。哎，他勾啊。我杯5杯大杯的木瓜牛奶。他就勾啊勾啊。哎，别人都有在吵架。要分裂。谁怎样？怎么了？等下好多烟哦，这干嘛？这是那是哪一组的啦？只是来吃个烤肉嘛。刚刚喊着这么大声的维军小区是谁喊的？我杯5杯。我没有。木瓜牛奶。好啦，很像了。我杯5杯大杯的木瓜牛我杯奶。5杯大杯的木瓜牛奶。哎，对了，好了，下一次台语小教室再见，拜拜。汉胜学台语。ciao。